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真练长》，我是云轩。陈文成在生的故事伫顶一集已经有做简单的说明，若是还未看的观众朋友，会使点正屏顶悬的资讯来看。这集延续顶一集，要来讲陈文成被当作是悬案的原因和伊死亡的疑点。陈文成的尸体被发现伫台大研究生图书馆边的草埔，不过中华民国当局的说明是讲伊是因为畏罪自杀。不过伊的亲人拢唔相信伊有自杀的真相。伊的老爸陈定武甚至拒绝领迄张死亡证明。当时的检察官验尸了后，伊就讲陈文成在生的时，互人拍甲真重，骨头拢断去，意思就是讲伊是对楼顶跌落来死亡。大家敢还会记得陈文成伫前一天发生啥物代志？陈文成伫7月初2迄天，互警总带去问话。不过警总却讲，伫7月初2迄天暗时就放陈教授转去啊，甲责任杀甲离离离。陈文成在生的时，是伫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统计系担任助理教授。所以伊的死嘛登伫美国的新闻版面。当时的校长塞尔特唔相信中华民国的讲法，所以请国际法医的权威卫启，阁有统计系系主任狄格鲁来台湾进行调查。因来台湾调查了后，就发现陈文成是因为伊的政治观点所互人杀死的。卫启用中华民国政府要求要验陈文成的遗体，当局嘛答应啊。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强调，卫启是互人允准来看陈文成的尸体，毋是验尸。毋知影当时的政府是咧惊啥？美联社记者伫报道当中坚持要用验尸这个词，结果互中华民国政府施压，取消资格，必应爱随离开台湾。而且卫启一群人来台湾3天，全程拢互国民党政府所派的人包围。卫启伊伫验尸结束了后，登去美国开记者会讲，陈文成绝对毋是因为自杀死的，伊嘛毋是因为意外死的，伊是互人杀死的。卫启捌伫美国法医兼病理期刊当中，用台湾谋杀案做标题，讲陈文成是伫身体不清的状况，互人等落来的。刷落来，咱就要做伙来看陈文成死因的疑点。咱先来看当时的报纸写啥。当时的警方讲陈文成是跳楼自杀，不过台大的校警讲，研究生图书馆已经锁起来啊，外人无可能会使爬到遮尔悬的所在。若是对太平梯跳落来，应该袂遮尔远。死者真有可能是互人等到发现尸体的所在，搁互假作是坠楼的模样。另外一个奇怪的点，就是陈文成正脚的鞋仔内底，封支一张200块的钞票。这种钱，方讲是卡买钱，就是古早刽子手伫行刑了后，把钱装伫死者的脚底，留互把尸体运走的人。2006年7月初2，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因办一场转型正义的研讨会，来探讨陈文成的死因。因认为原本承办的检察官的侦查报告是无效的，因为不管是尸体体内的伤，或者是体外的伤，拢和尸体边仔的水沟仔的方向袂合。因为伊的尸体拄好是伫水沟仔的顶悬，不过伊脚趾片的伤和水沟仔拄好是呈现90度，这个证据就会使证明尸体捌互人刷过。中华民国当局的侦查报告观点是放伫发现尸体的所在，就是伊栽落来的所在。不过因为尸体真明显就互人刷过，所以规个报告拢无公信力。上重要的是，若是跳楼自杀，会有骹手，阁有头壳的严重伤害。不过陈文成的伤拢集中伫伊的胸坎，阁有伊的脚趾片。其实疑点毋若遮的，不过阮提出其中几个大家较会使理解的疑点来向大家说明。
陈文成的死其实毋是自杀，即卖伊真正的死因，嘛是转型正义当中真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今年是陈文成事件40周年，讨论度相对嘛有较提升。促转会表示，高安局伫2019年7月18头一摆提供经过暗勘过的档案版本，毋过就算是暗勘过的版本，高安局犹原甲当作是机密，保密期限是到2041年1月1。到迄个时阵，我拢已经变做老古婆啊！高安局讲袂当公开的理由，就是即马中共存入来台湾的步数愈来愈复杂。若是公开这个档案，可能会造成情报人员或者是国际合作关系变光，这就有可能造成国际情报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。所以，高安局拒绝促转会运用相关的资料。大家想看卖，这种理由敢有合理？真相到底是安怎？咱敢真正搁爱等遮尔久？陈文成的死，毋但是单甲因兜的伤痛，更加是当时白色恐怖迄代台湾人的集体伤痛。这个伤痛咱莫放袂记，爱一直记到真相大白迄天。